在这里，我也特别提醒大家，因为这段时间，经过我们所有的足迹的分析里面，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：现在的足迹几乎70%、80%都在市场。所以，如何强化市场的管理，变成我们一个重中之重。所以，从昨天开始，我一直要求我们在整个市场的管理里面，结合我们的警力、区公所、市场处，大家希望市民在市场里面采取实名制，以及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除了戴口罩、酒精以外，一摆就要有足，减少出事的，买好就走，唔好喺底下开杠。今天我到土城去，我到传统市场再去看。再看我们的市民买菜的情形，秩序大部分良好。我一直提醒商家，如果能够配合在一个时间管理上，部分制止停业，部分要民众来配合，一摆就要搞，买了就走，卖底下开杠，把自己防护好，10连制。在这样状况底下，我们的市场的管理就能够到位。所以，足迹的活动史里面，市场这个部分很重要。所以，市长会搁加强市场的管理，希望咱市场会当咱大家防疫做较好，减少病毒的传播源。所以，这个部分特别提醒民众，在市场上，希望买好就走，一摆买较济嘞。新北市的医护同仁总共有3.2万人。这个3.2万人都有这个样的一个需求，这些需求量虽然目前中央在统筹分配给新北市是1.8万，还少了1.4万。当然，我们尊重中央的分配，不过若疫苗有多，对双北来说都是一级战区。若疫苗多，是不是能够先考量双北的疫情，让我们第一线打仗的医护同仁们能够快速的施打疫苗？所以这里特别也麻烦中央做重点的一个考量，谢谢。那市长不好意思，可以说明一下这1.8万剂会怎么运用吗？1.8万剂全部给我们第一线的医护朋友们来做施打，在昨天到了以后，今天都已经分配下去。我们希望如果能够今天快速打完，那当然最好。所以我们希望疫苗一进来，我们的医护同仁们今天能够尽快的施打完毕。